观众朋友，食饱未？老好，师平安。平安。老师，你有做过兵无？做过兵有哦。大家拢爱做兵，爱查甫的对无？哦，做兵做兵就是要烧钱的。即阵的囡仔拢无爱做呢。伊看讲，迄个本来2档变1档，来变4个月。即阵讲上好莫做对无？但是咱今仔日有请到一个人哦，伊足厉害哦，伊到即阵人叫伊乌鸡桑，但是我看伊足少年啦毋知影啥叫乌鸡桑，但是人叫伊乌鸡桑，伊阁继续咧做兵咧，足厉害的哦。做长期的兵，上帝精兵。是，伫我的阿伯即个所在，逐个要看觅伫对，阁有老师的阿伯是伫对咱即阵会当来请即个老牧师。老弟请牧师平安。平安。老牧师有另外一个名叫做阿詹三弟，是毋是？三弟，三弟的阿詹三弟是啥物意思啊？三弟是一个名，泰国的名叫做平安，三弟就是平安。是平安的意思。是。今仔日迄个真歹势，因为时间阮遮已经提早1点钟，所以时间有点用毋着哦观众朋友继续看落，为什么有即个是毋是看起来无像乌鸡桑的对无？做少年的一个牧师老牧师，伊要来甲咱分享伊的宣教的故事，一直台北宣教。是为什么走遮尔远来做兵安尼所以咱要来问牧师。是讲伊到一个无共款的国家，有拄着什么困难，还是讲来分享者，还讲要做一个上帝的精兵，要安怎去别个所在烧钱去争线，安怎去，安怎上帝的祝福，还是讲上帝的呼召，咱请伊来讲一寡宣教的代志。大家平安。感谢主平安。咱张的相片是阮拄去泰国第2档啦，差不多是第2档的时阵，阮囡仔差不多读小学5年的时阵。5年。阮伫泰国一个长辈一个迄个因的厝内底，阮有宣教师的住的去因兜，去到别国家就是。规家伙也去，虽然阮一个后生尔但是阮咧是开始思想上帝是毋是因带阮要去的时，阮无看阮的囡仔细汉小学4年就从爱明白，迄个阮就教囡仔大家做伙祈祷，互伊有担心准备要离开，后生嘛，迄个童言童语拢是较趣味的伊嘛讲爸爸。你较知影上帝要因带咱要去泰国，对，问了真好。咪去香港，因为伊搁较细汉在幼稚园的时阵伫香港，迄阵阮伫香港读的时阵，真好的时阵，对香港的迄个观念，伊爱着问遮童言童语，我讲是就是咱毋知所以咱做伙祈祷，不伫上帝，咱着顺服，咱着所以去到别国家去传教，嘛是。挑战真大咧，囡仔常常伊就无通选择，感冒就对死了。伊若无选择，无教育这个来，伊大汉起来讲来宣教是你啦，毋是我啦，我无选择，我对你来就是这个挑战真大。伊到遐，伊嘛是感觉讲我是家己的生命，我嘛知影，因带来这个所在，伊就袂。起码阮后生啦，对细汉到青少年起盘的时阵拢无啥会遮个问题，伊是真适应的，感觉上帝就带我来遮后开始，所以这是上帝我呢真大恩典。真正的呢，有足侪人拢甲囡仔放伫一个学校对无还是放伫一个所在真无简单。
做回来吼。所以学泰文应该有那真困难，啊，囡仔经国校要去学吼，学一个新的语言，其实无一个语言讲是简单的，啊，老实讲吼，泰语简单，啊，泰文较难啊，历史讲简单，嘿，啊，伊的文字吼较复杂。啊，但是阮的泰文老师，你昨晚去的时已经较慢啦，啊，学校已经开学，阮就无法度入去学校探嘛，所以学校有互阮一个老师来处理阮教，会当看会当赶上进度啊，袂。哦，太难，泰语足难哦，啊，特别开始写哦，字愈啊难，啊，迄文化规则有规则那无规则的，无毋对。因为我拢放弃啊，嘿。阮教老师说，啊，恁中文上难敢好？你嘛是有道理哦，嘿。佫有啥物较？你甲背起来啊，硬甲记起来啊，哦。真正诶。这是一个，阮的老师互阮一个挑战，所以对阮学泰文到煞尾会当来用泰文来讲道。讲的诶，嘛吼，是咱传教士去到遐的目标嘛。咱其他毋是干过日子尔，吼，无咱一般大众出外吼，来阮泰国住咧久以后吼，嘛足侪人泰文讲得巴里巴里，讲得足顺诶，讲得足厉害咧，吼。但是足侪泰文迄个大众吼，就文盲呢，会晓讲泰语，会晓看泰文，文字看无，袂晓写，文看唔对。我就是安尼。迄文字真正歹认哦。对，听讲无输伫一档了，一档尔对无？学一档就会晓讲啊，讲道啊对无？老师爱要求嘛，伊会要求宣教师的训练讲，你差不多考试哦。伊会开始会晓试看嘛，用泰文来做见证。我是安那信仰的，吼。人会甲你问啊，你是安来阮泰国，还是讲你是安那知影上帝引带你来到泰国做宣教师？咱伫教会，咱有机会会当甲人分享，伊会问嘛。哦，恁台湾敢会做侪宣基督徒呢？吼，我讲无啊，阮台湾基督徒无遐济啊。吼，伊就想讲咱台湾甲韩国基督是共安尼基督徒做教师嘛。我讲无啊，阮台湾基督徒嘛无济，但是上帝是安尼引带，阮就顺太上帝。我讲，这个是第兵嘛，上帝安那引出咱，对安那，就是安尼尔嘛。做兵是无家己的主权的，对吧？叫你去对，就爱去对。对，没有选择自己战场的权利。爱拢顺服，就是服从命令。这是精兵吼，这个厝嘛是真大呢。虽然讲咱想要到泰国，但是这个清迈对吧？清迈这个所在，吼，看起来是真舒适。一般来讲，泰国土地大啦，厝拢袂细间啦，无像咱台湾咧起厝起迄个厝讲10平、15平、10平。哦，阮拄去清迈时，阮太太咧想讲要去住迄个超厝啊，吼，就林老师有啊，我讲超厝较贵呢，超厝较贵。休闲住迄个 bungalow， 迄种厝比一般的厝较贵。哦，就是对像老师林老师后壁即个，即个价较贵哦。所以这个贵哦，这地方后壁。这住一暝要5000诶。很有特色的哦，感觉是茅草，其实内底设备好甲。对，佮去到遐了。住一间透天的，吼啊。伫台湾都无机会住透天的，去遐住透天的吼。啊，3层楼，啊，3楼热到要死啊！3楼顶是无效，要困。是，你阿公个会向包肉粽足够诶，其他啥物拢爱家己做对无？系啊，啊无通食啊，这少年食啊，就动落来啊吼，啊无顺利就想，做囡仔看啊，这包肉粽吼，啊本来包看卖咧吼，啊另外一个是有也是宣教师啦，讲阮3号宣教师住咧附近尔，说啊本来包肉粽包看卖吼，我无顺利去敲电话问伊阿姐讲阿姐。啊，肉粽要安怎包？你怎爱敲长途的电话？
无简单，包肉粽传福音。后成功，大家拢囡仔，大家食个欢喜啊！是，佮有即台车，真特别咯，听讲到20几吨啊，佮你骑。这帕里啊，咱迄个讲三洋国民车嘛，吼。哦，三洋。迄个爱帕里啊，迄种。迄款。到遐，阮拄到的时阵吼，阮大的即个厝吼，即个木板吼，即个村子离开即个外口的大路吼，用行爱行咧要15分。较偏僻啦。但是阮一到的时阵吼，我过去是校园团契东港嘛，迄个阮校园团契迄阵啊，迄个宣导中心的主任带有哪来清迈，知影阮要来，单为阮奉献一只奥多麦。安尼阮到清迈，阮就会当骑一只奥多麦啊，嘛有油啊啦，我去加满吼，就会当骑一只奥多麦，全家大小3个人骑一只奥多麦。3天。因遐个万客隆，咱台湾已经关起来。那才万客隆的。伊遐买一寡迄个烧酒啦、水桶啦，都无实落来买倒来，就骑一条奥多麦去，阮就足方便啦。因为拄去也袂讲太稳啦，也袂叫松条，也袂拄无来行15分行到外口呢。迄嘛迄个有奥多麦就方便。一条奥多麦足用的呢，行较近哦。我离开清迈以后哦，阮传教师来，伊只个伫遐咧介绍，我种奥多麦才交互伊啦，然后交互伊。阮来到曼谷就较无机会骑奥多麦嘛。是，这是战车呢吼，你是战战车的。嘛28吨啊呢，我讲这个传教士，我讲进此啊，你架车个哇，那个作用对不对？翕一张相倒来我看，那个袂歹啊。厉害，所以有上帝的所在吼，迄歹用的物件，咱想拢做好用的对无吼？看起来细汉。对啊，伫遐生活敢无迄个想无够，就讲你要去的事，逐项拢想过啦。毋过所拄着的代志，甲想的无共款，敢有迄款的特别的。其实这是上帝怜悯的，那人哦，咱想甲会到吼，都毋敢去啊咧。问对哦，想讲我本来要做即项尔，我去做迄项，个迄项。上帝就足趣味啊吼，人讲迄个请君入瓮啦吼，讲讲这有需要呢吼，这大学团契吼真需要，你要来无？因迄个清迈大学一个教授来讲，你伫台湾校园团契已经第12档的同工啊吼，伫我泰国吼是足资深啊，你毋知吼？我教授啦，一个泰国教授讲，我足有心做学生工作，但是我就是袂晓做，无你来帮助我教你做伙做。我想是哦，上帝然后引带咱来祈祷，我是带迄个进高雄医学大学迄个医疗短宣队去迄个所在，医疗以后，遐医生拢倒来，学长拢倒来，学生就去清迈大学，学生甲学生大家就用迄个蔡英文破译文，大家就开始喺拉嘛，拉到中华裔，所以伫遐上帝互我看去泰国学生工作实在有需要，有宣教师来甲因三角来拍拼。迄阵遐嘛有新加坡的同工啦，新加坡同工嘛有即个外国同工、英国同工伫遐。所以是20-30吨前，本来是一个医疗团队出去的吼。就像台湾要健保因为咱台湾拢会当医疗队出去嘛。进健保以后，大家拢有健保无需要迄个免费医疗咧。所以我无来外国，结果外国敢若泰国开门，所以阮泰国，所以阮因有校园团契的关系，校园团契是学生福音的运动嘛，甲海外宣教100吨来拢接甲足密切的啦。
打击足侪外国的宣教师来台湾斗3工吼，所以我长辈拢影响阮真侪，甲真有活命、真有见证的遮个外国的宣教师。我讲是啊，人过去人安尼来帮咱进咱台湾的教会嘛，有出去帮衬别人，当来回馈吼。虽然咱无真济，但是有教也用啦，比起泰国、菲律宾其他的国家，上帝互咱真大的丰富啦。是。而且就是讲，毋但是做学生的工课呢，佮爱来讲上课对无？是。这方面，阮像讲咱台湾的宣教师迄阵也无介济啦。要安怎样对新学院遮，毋是对学生遮做起尔？特别是新学院，大家已经上帝有呼召来新学院，未来要做传道牧师，所以遮会来到新学院，其实是上重要。安那会当更较紧健康培养因。陪伴因会当成长来行做宣教师，将咱的经验、有限的经验，甲因三甲来分享，毋是迄个宣教拢伫冷气房咧上，安尼就无意思啊咧吼。你讲较好安尼，我拢是抱吼，但是伊拢抽象。所以阮迄阵就讲，甲几间新学院就讲，无安尼啦，暑假新学生拢爱实心嘛。阮泰国有当时伫柬埔寨啦，阮突然宣教师有诶嘛是大家都熟悉叫，捌来过咱节目迄个廖爱梅师母啦、老师啦，咱三甲来合作，三甲来拍拼，互咱台湾诶新学生对海外宣教更较有概念，毋是干那讲法经验，每一个人都无相共经验，会当有系统。通常阮倒来台湾，然后牧师来做见证啦，但是我想想的新学生爱听，毋是干那见证是他们要系统，把我们跨越我们安那学语言，怎么面对挫折，团队冲突，怎么去面对团队冲突？你做甲拢无效果，拢无效果，人教会甲你派出来，对不对？才会嘛讲你来个10档、15档，你遮放什么？有什么放无？成果报告无啦？有生一个囝无嘿？但是咱出来宣教师团队内底意见无相共冲突安那来解决，安那来面对，安那会当对失败、对受伤的内底来经历疼痛。所以上帝就对2003年开始咱台湾遮个宣教师无相共的彩绘。阮三甲来是这个 mission field 的训练，就是说在宣教工厂的训练上帝稳定啊，即安尼学生无真济，安尼已经13届、14届嘛8通的新学生来参加但是人讲你敢袂歹呢，因为10几个这个新学院学生煞尾诚做宣教师，有的人只伫北非，有人伫真偏僻的所在，伫东人拢有家己无相共的宣教的才会。我讲这是上帝恩典宣教就是要把饼做大，不会每个人都来我们泰国，也不会都在东南亚，有人他就是去一些比较远的地方，神的带领上帝主管嘛，但是阮只是一个媒介安尼。这真正最重要的呢，这个跨文化的宣教因为去到每一个国家拢有伊家己的文化，你若堪伊无熟悉，就是人会感觉像我即阵伫欧洲，人会问我讲，你会感觉欧洲人做冷漠的袂？我讲袂啊，你若会晓讲因的话，伊会堪你做好的。是所以牧师咧，毋单是做迄呢，佮有咧做国际关怀协会，对无？我的彩绘。合作的才会叫做国际关怀协会啦，Care Ministry International。一开始长辈讲咱若要做海外的事工咱讲咱是啥物教会某某彩绘要来做，你足侪国家都歹互你去啊。是。用一个较中性的名字协会咱伫无相的国家就较好做代志。当然有着特别的需要，我嘛会伫
阮的才会伫有的国家佮设立独立的即个 NGO 啦，吼，较是当做阮想要做的。啊，每一个彩绘拢加减有一寡中心。啊，阮伫曼谷过去啊，伫迄北大学遐，迄阵啊，学校还袂包去放啊，以前阮中心伫遐10几栋，哦，一方面迄阵啊，我咧做学生工作，泰国的学生团体就讲哦，阮越来越多的国际学生来到我们这边呢，吼，我们要用英文来跟他传福音呢。啊，有一个阮开会是一个英国的宣教师讲，哇，伫阮拿雷顺大学吼，中国学生有要济啦，啊，原来最多的国际生就是缅甸啦，吼，啊，对，中国大陆的，啊，所以就讲，啊，詹三弟，恁台湾人拢讲中文的，啊，无恁要找恁会用中文的宣教师专门来做中国学生留学生的工作无？哦，中国大陆留学生的工作无？所以，阮伫迄个台北大学附近就设立一个中心，除了做这个学生的工作，阮就做训练、做接待，无时间彩绘宣教师路过曼谷需要住，阮有宿舍会当分暂时住一个，哦，啊。后冷气啦，真简单啊，但是清气哦，因会当住，会当伫遐要食饭。啊，我有一个宣教师是大妈级的人物吼，伊来宣教工厂，伊就负责这栋楼稍后清气气哦。啊，人要来食饭，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吼。啊，要食炒粉，我就甲你煮炒粉；你要红牛肉面，我甲你煮牛肉面。这无简单诶，比阮遮有冷气的拢是无简单诶哦，阮遮是无冷气的哦。嘿，而且还有好食的哦，这应该当看到的。海外迄国际彩绘，因拢伊家己的 mission center 的时候，接待这路过的宣教士，这嘛是宣教真重要的工作啦。但是后勤啦，吼，人讲迄个兵马未行，粮草先动哦，你要烧拍吼，要烧粮草爱搞，宣教士。也是时间啊，伊若当做啊忝来到咱家己采后勤较重要的对啊。咱台湾的啦、香港啦、大陆的啦，还是咱华人的来入来阮的中心的时，伊会当食到他熟悉的东西啊。啊，咱伫海外来久无食到家己爱食的物件吼，会起毛一撮歹。真正的，牧师当时要来澳洲开一个，阮做需要。对，啊，所以嘛是无，毋还是做遐吼，佮教会呢，佮网站佮建立啊，顶头来重建对不对？这教会重建嘛。是啦，啊，你讲迄个去到海外，无想到的嘛是这啊，我人生都无想到要来起一间，甲人起一间礼拜堂啊，啊，你看咧原来。迄个右上角迄是旧的礼拜堂嘛，吼，迄个伫曼谷市中心，啊，你看迄个大后壁正起一栋大楼，就是迄隔壁咧起迄个泰国迄个 Terminal 21。嘿，这是大家人拢会去的哦，来泰国一定会来耍的所在。结果阮礼拜堂旧的礼拜堂吼，迄个三层楼啊，迄个旧的建筑怎离去？啊，怎离去以后。曼谷市政府就来讲，你这围楼你袂使用哦，吼，你爱修缮安那。啊，煞尾就教会就讲，啊，到底是要修，还是要原地重建，还是要安那？大家就来讨论嘛。啊，你无论修无论起，拢爱到兄弟姊妹拢爱讨论。啊，上大林敏我啦，吼，我是一个服侍主很久啊。做宣教师，我就袂啥会晓募款，但是拢上帝有供应到阮教业用，拢是稳定。啊，要起一间礼拜堂的时，遐阮的泰文部差不多80几个、90个尔。啊，中文部讲国语的遮人较侪，当然有一寡国语部的长辈，就是遮泰语部的是大人，因为爸爸妈妈也佫讲国语啊。希望阮继续讲国语，啊，若较慢来的新移民，包括咱台湾来一批，还是中国大陆来一批，就真做因宣教的对象。
你就讲啊，阮原来就是伫遮，阮已经来到第2代、第3代，伫遮落地生根啊。阮拢讲泰文，啊，阮的爸爸还搁伫遮，因还搁讲中文，啊，希望会当听中文。所以我伫迄个所在，我2个语言拢爱变来变去安尼。两款语言拢爱讲。语言，就厉害。对，借着去这个礼拜堂，互我真心的感谢上帝，是讲当兄弟姊妹，特别是这教会职事同心讲好，咱家己来去，咱家己来去的时阵，上帝就赢到伊所要做的工作。是，这是泰国的怀恩堂对吧？是。伫迄曼谷Terminal 20，观众朋友有去遐耍的人，那去耍的时拄着礼拜当去遐聚会对吧？吼。迄阵啊，阮决定无要搬去较偏僻的所在，决定要留喺遮，就是讲。现在地点做好诶呢。中心，所以每一个礼拜你拢做者观光客，因为你要坐 BTS 泰国的迄个高架捷运你顶悬就看礼拜堂啊啦。真正诶，所以才会迄个泰文的技术同心合意，甲一间礼拜堂起起来。是做好诶地点基本是。即摆来讲到，所以要礼拜了嘛？4当前吗？2020，是。阮以前嘛是。就讲，阮伫怀恩堂直接做因的主任牧师，差不多5年半的时间。然后2016，搁即摆倒起时，阮伫遐有按摩，有新的泰国的同工因来负责，我就无搁做啥，我就专心做阮宣教差会的这个宣教工作的总主任，做宣教书的训练。关怀爱常常走，但是我若无去别位，我就拢伫遮甲因3个伫遮来参加崇拜，所以我这个时阵讲，我2020年我要倒来台湾啊，我后迄个基地袂搁伫遮，一方面我是到迄阵身体也无好啊，我做大件当然台湾的就是拢。时段拢希望讲大囝会当倒来，我嘛想讲是啦，我嘛已经要退休，迄阵已经嘛要退休啊，我嗰种比较厝啊，读大学就其实就离开故乡介久啊，毋是讲无倒，拢地拢无常住，拢无常住。无简单，只是泰国25档而且这个是上无够的对无？所以到尾我无可能会常常倒来，甲因3个聚会陪伴他们。重要代志，即需要过来问啊，讲牧师你的想法啊，你的意见啊啦，都顾问嘛，有顾有问啊，安尼嘿。就是退而不休，无休困。后生新妇拢继续嘛。感谢主啦，阮后生我记得伊高中倒来台湾倒来厝，阮妈妈看到阮即个孙啊，看到阮后生讲，哎哟，阮即个孙啊，较会现身泰国人。泰国人。阮后生就拄着拢有阮兜的优良传统，我拢秃头咧我所以这是因旧年啦伊真咧上帝会带领伊有机会伊嘛领受上帝的恩典，有一场伊。受洗礼的时阵，伊倒来阮高雄的母会教会为着伊一个人家己行洗礼，为着伊一个人家己行洗礼，伊行洗礼了，隔工就去带大学报道，上帝为伊有恩典，伊甲咱台湾囡仔做伙考大学学测真厉害，到怀拔考但是阮后生就是要倒来台湾，也是讲我就是要倒来台湾。泰国我无要读，泰国嘛有一寡国际大学是美国伊讲美国，阮实在读袂起啦，老实讲读袂起。大陆迄阵嘛讲无你来阮遮读，迄阵
都叫咱台囡仔去大学读的。哦，你总我记得真清楚，因迄清迈领事。是，咱的牧师可能伊的有点掉线，转来好。毕没要紧的。我的画面变成我人是歪的。安尼有呢？伊可能会会当佮甲伊起起来，佮甲伊用者好，那是不要紧吼。就是讲咱的观众朋友嘛，伫遮个牧师问候哦，明辉、美秋、泰国的吼，这朋友伫线上跟牧师问候吼。这故事真好听，未结束的。后礼拜咱佮有请到师母对无？牧师娘佮来继续讲吼，伊是安那会当培养囡仔遮尔厉害，而且为细汉起，佮最后佮转来到台湾哦，这真正是无简单的吼。而且牧师佮选择安那继续做兵，这毋是做迄个地上的兵，对，什么？做上帝精兵啦。天顶的兵，对无？牧师即阵佮有继续伫台湾吼学习。感谢上帝啊！上帝就上好资源回收呀，资源回收。上帝好像有机会资源回收继续让退休个再用个再资源回收，让来其他的同工和其他的人，这是稳定的，是哦。这应该是。用2567吼，就阮泰国的纪年啦，哦，泰国是用佛历的。哦。伊就是我倒来台湾的。要倒来台湾这段时间，2567。对，这是咱的迄个行车什么？大伫车顶迄个。对，拢爱搭伫车顶的一个牌啊吼，这有迄个伫遐开车来看话，真丰盛哦！伫台湾嘛是继续来学习吼，听讲即阵伫中台神学院对无？做宣教中心的主任。所以，若朋友若有要去找老牧师的，当去遐找着牧师对无？你找着阮的同工会联络我，因为我做义务的嘛吼，迄个院长吼，坐伫我边仔迄个院长，讲迄个老牧师啊，之前你倒来吼来做义务，毋免来新行伊拢无要紧，你一台人，我做种是当上班，毋免24小时挂在线上，有什么时候？有需要上线联络一下，有需要再到神学院来，对我一个角度，我嘛讲感谢上帝，一个疫情吼，迄个咱进有视讯越来越发达，所以我做电台透过视讯来联络，需要我来去报告，还是院务会议我开来，我冇时间会当照过时段，安尼两边拢顾着，有限的。经验会当甲新学医生来拍拼。哇，这是做好的经验哦，毋是有限哦，是我是感觉这是迄个神奇的真宝贵的丰富的经验，真宝贵的宝藏呢。我迄阵听到讲老牧师愿意来接受阮的访问，我其实是感觉很惊讶。我想讲，真的吗？这么大的牧师，伊有愿意互阮访问吗？毋是啥物大个牧师啊，大个牧师拢上帝面顶。是迄个误会吼，遮尔大个经验。咱的师母来嘛来啊，拄则讲爱美师母吼。感谢主。对，感谢主吼，做侪观众朋友做关心吼，因为时间的关系吼，若有要继续上牧师的迄个爱敲完上牧师的课的，会当去个。巴拿巴宣教吼，线上牧师有开课对无？佮有做侪课伫线上吼，会当继续跟牧师来联络安尼。我嘛真欢喜，后礼拜咱佮有请到牧师娘，所以后礼拜继续来对无？吼，继续来听牧师娘来分享吼。安尼是伫即个做兵的，安那支持做兵的牧师。多谢。真多谢，感谢老牧师。是感谢观众朋友，感谢牧师今仔的分享。后礼拜一的 AM 台湾8点10分，泰国7点10分，澳洲已经1点啊吼，1点10分改时间啊吼，真欢喜今仔日多谢非常感谢牧师平安，萨瓦迪卡。感谢主，感谢主，真欢喜。感谢主。
下礼拜再会，平安。好哎，观众朋友，家己去一个赞，甲牧师去一个赞。